来看花莲的风景区上园别馆哦，传出要关门咯，主要是因为地动影响拢无游客哦，佮加上凯比风台扫过，园区的老树啊有真侪拢倒去，需要来征收。经营团队是表示讲，开到8月底就要开始休困。听讲上园别馆月底就要关起来，真侪游客透早就来遮佮看看咧。甲历史建筑还有青红翕相，希望上园别馆会当继续开放。 他们说8月底就要结束了嘛，所以说趁这个机会赶快过来看一下。遗憾，然后短时间内没办法恢复的话，那就会变成一个上课的一个损失这样子。上园别馆伫1942年起的，日本时代是花莲港陆军兵事部，即嘛是体育会外包予民间经营的文化景点，常在办展览、诗歌等等的文化活动。不过受到地震甲风台的影响，即嘛逐工来参观的人数无甲100个。中原它一直在。 好，那我们也是希望是说，我们还会有回来的一天。那至于现在目前就可能是在内部一些整理、整修、维修，让我们的树能够再好好的成长。地震了后，花莲的经济受影响，加上风台损断交通，真侪在地产业拢小连续关门。部分的店头甚至已经放弃市场，改去外县市发展，要安怎进行观光，真做重要的议题。 因为这附近还有早期的花莲港放送局，那还有将军府，日式的将军府，那还有以前的战俘营，那过去这些东西把它结合起来，那我相信是可以成为一个小旅行，而且是很有卖点的。经营团队强调讲，园区会营业到8月底，按算9月初因就会退场。未来体育会整理好势了后，要是有机会搁倒来经营，因为园区的工作人员会用自肯的方式来处理。未来要是有可能搁找大家倒来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